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Bilibala Reads。今日想同大家拆解一本內容唔多但係充滿智慧嘅書，書名叫《風雨谷》，作者係 Spencer Johnson。呢本書用一個簡單嘅寓言故事去講述咗人生永遠都有高峰同埋低谷，重點唔係教你逃避起跌，而係教你點樣用正確嘅心態好好經營呢兩個階段。無論你而家處於順境定係逆境，相信都會有好大嘅啟發。第一個部分，人生嘅順境同逆境其實都係禮物嚟嘅。書入邊第一個核心概念就係人生嘅順境逆境其實都係禮物，每一份禮物都好珍貴，只不過你要先好好經營你嘅人生。作者話啦，好多人一跌咗入低谷就覺得係世界末日，自己好黑仔。但其實低谷呢，就係上天俾你嘅提醒。平時順境嘅時候，例如係仕途得意、事業處於巔峰狀態，就會忙到忽略健康、家庭，忽略咗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同埋價值觀。低谷呢，就逼你停低，逼你認真反省，重新排列人生嘅優先次序，同埋發現自己內在真正嘅力量同埋潛力。相反，順境就係一種獎勵禮物，但係如果你唔識得珍惜，唔保持謙卑，唔繼續努力成長呢，呢份禮物就會好快消失，由高峰跌返去低谷度。咁要點樣好好利用呢一啲禮物呢？我自己諗到就係《哈利波特》嘅作者 J.K. Rowling， 佢寫《哈利波特》之前，人生係跌到落谷底，又離婚啦，係一個單親媽咪啦，而且都要靠政府嘅救濟金去過日子。嗰陣時佢仲要有嚴重嘅抑鬱症，而且出版嘅書籍呢，亦都被出版社拒絕咗10幾次。佢自己都形容嗰一段時間係人生最黑暗嘅低谷，但係正正因為呢一個低谷呢，佢先有時間同埋空間去全心投入寫作，最終就創造出改變咗全球好多人嘅魔法世界。低谷就逼佢面對最深層嘅恐懼同痛苦，反而成為咗佢人生最大嘅轉捩點。所以書入邊想講嘅係，低谷嘅痛苦係一個當頭棒喝，可以俾你睇到平時一直忽略嘅事實。順境同埋逆境兩樣都係人生不可或缺嘅部分，關鍵就在於你點樣去理解同埋接受佢哋。第二個部分，低谷其實係恐懼嚟嘅。書入邊最打動到我一句說話就係，我的低谷正是恐懼。作者話啦，低谷唔一定係因為外在事件嘅失敗或者唔順遂，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內心深處嘅恐懼所造成。呢一啲恐懼就包括怕失敗、怕俾人拒絕、怕失去咗而家有嘅嘢、怕自己唔夠好、怕改變咗之後情況會更加差。呢一啲恐懼就會令到我哋困喺谷底，不斷重播負面嘅諗法同埋最壞嘅結果，就會產生逃避、拖延、自我否定同埋自我破壞嘅循環。當人陷入咗低谷，大腦就會自動進入一種保護模式，一直重複思考負面嘅後果。但係呢一種保護其實先係最大嘅障礙，令到你越陷越深，好難喺負面思考入邊走返出嚟。低谷嘅本質往往就係未被面對嘅恐懼。第三個部分，個人嘅高峰其實就係克服恐懼。如果低谷就等於我哋嘅恐懼，相反而言呢，個人嘅高峰就係克服咗恐懼啦。作者話，真正嘅高峰唔單止係外在嘅名利、財富或者係成就，而係我哋內心敢於面對恐懼，跨過恐懼之後獲得嘅自由、自信同埋力量。呢一啲高峰呢，係屬於自己由內而外嘅成長，冇人可以奪走嘅。每一次你面對恐懼並且跨越佢嘅時候，就係一次真正嘅個人高峰。呢一種高峰會令人感受到內在嘅平靜同埋力量，因為你知道自己有能力處理人生嘅挑戰。人生最高嘅成就，其實就係一次又一次戰勝咗自己內心嘅恐懼。咁到底我哋點樣可以喺高峰嗰度 stay 耐啲，同埋要對順境感恩呢？書入邊就提醒我哋上到高峰之後，最重要係諗點樣可以喺高峰留得耐啲，唔好太快跌返去谷底。
咁高峰階段其實最需要就係謙卑同埋感恩啦。當你身處順境嘅時候，要好好記住當初係點樣一步一步咁樣爬上嚟，對身邊嘅人同埋機會保持感謝嘅心，同時亦都要為未來可能出現嘅低谷預留返資源，例如係物資、情感、關係、健康同埋知識各方面。如果你處於高峰嘅時候變得好自大、鬆懈或者只係顧享樂而唔繼續努力同埋回饋他人嘅話，順境就會好快結束。相反，如果我哋保持謙卑、感恩同埋持續成長，就可以喺高峰維持得更加長久。咁喺低谷嘅時候要點做呢？書入邊就對低谷階段有深入嘅描述，就話低谷其實唔係一種被動嘅等待，而係一個需要主動面對同埋經營嘅過程。喺低谷嘅時候，我哋最緊要係盡早接受現實，然後就揾緊隱藏喺低谷入邊嘅契機。喺工作同埋責任上面要繼續盡力，喺生活入邊就保持自己對他人嘅體貼，同時亦都試下跳出只顧自己痛苦嘅框架，去關心同埋幫助身邊嘅人。書入邊強調，低谷只係重新調整人生方向、反思同埋重新出發嘅重要時期。呢個階段嘅選擇同埋心態會直接影響我哋之後幾快同埋幾好咁樣重返高峰。最後就係我哋要樂於同別人分享同埋幫助其他人。書入邊最後一個重要嘅信息就係，無論你係處於高峰定係低谷，都要樂於同別人分享自己嘅經驗、資源同埋智慧。分享同埋幫助他人唔單止可以帶畀其他人力量，更加可以鞏固自己嘅學習同埋成長。當我哋處於高峰嘅時候，分享可以令我哋嘅高峰更加穩固。但係如果我哋處於低谷，幫助比我哋更加有需要嘅人，往往就係自己行出低谷嘅重要一步。總括嚟講，風雨谷雖然篇幅唔長，但係每一頁其實都充滿智慧，提醒咗我哋人生永遠都有起有跌，關鍵唔係避免低谷，而係用正確嘅心態去理解同埋經營每個階段。今集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如果鍾意嘅話就like、subscribe and share 啦，拜拜。